宜兰参选人蔡中和伫中营新城甲台德新城的第一场文情说明会，特别请来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来徛台赞声，吸引当地真侪阿伯阿姆踊跃出席。会中伊嘛直接到路口到市场拜票，有民众比赞专工来压手的人气相当旺。谢谢，过马路要小心哦，好，谢谢您，好，感谢。一路走到了台南，从今天跑到我们的永康火车站，特别路跑，跟我们的各位乡亲，最后你行在远方了哈，谢谢。罗志强表示，伊用行路环岛这么遥远的路，除了要为台湾民主祈福，嘛希望为团城来行。蔡中豪是我的办公室助理，年轻、热情、专业，有很强的服务热忱。那这次要来参选台南市中西北区的市议员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就算我千里迢迢，也要来支持蔡中豪。其实中豪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知道强哥非常的累，但是他用他休息之余的时间来为我们，来为我在台南这个地方跟大家拉票，跟大家拜托，所以非常的感动。那其实，在强哥身边那一段时间，对我来说最感动的就是看到他为民，为了大家，不是为了自己的选举，而是为了大家的公投也好，更多的一些服务而发生。这摆文情说明会，蔡中和提出60个岁以上长辈免缴健保费，各种适合营养午餐免费，以及设立青年局、提高青年预算等重要的政见。伊强调世代交替，用少年人无包袱的热情、专业来为民服务。台湾新闻军及何强邦采访报道。